高雄寿山的北边，最近有民众发现讲路边的钉仔拢互拆掉，其中有一寡是台湾的原生种哦。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是表示讲，民众可能也准是外来种，嘛强调讲这款乌白拆树的行为是违反国家公园法，上悬会当罚3000块。为北寿山的八山口溪里，发现步道边仔有真侪钉拢互拆掉，互拆的钉有真侪种，包括菊花木、高钉等等的品种，这拢是台湾的原生种。初五迄天，主管处人员甲志工上山，才发现沿路拢有刺的所在的钉拢互拆掉，甚至有的已经生10几年啊。志工甲山友看了是真唔甘。有翻电的吼，会妨害着咱行路，伊讲好落好意吼，替大家服务，就先甲伊拆掉。哦，一般是安尼啦。讲专工为着啥物原因来找，一般是较少，伊拢按发现拢提提，按行路的两边。寿山是路高少恶地，树丁的生长会增加土摆稳固，也会减少落雨的侵蚀。志工初步推测，因为丁切掉的侧面是完整的，应该是人为迫害，也可能是民众认为丁会阻碍人行的路，也是认为是外来种，才会乌白乱撤。丁类吼，其实伫咱寿山拢是真重要的一本吼，伊会当讲咱即个。鹿谷石的这个土质吼，其实伊的表土吼足浅的，有这树丁吼咧保护落雨的时阵吼，伊就较袂起啊，冲去也是讲破坏掉。主管处呼吁大家，乌白拆树的行为已经违反国家公园法，上悬会罚到3000。目前主管处伫山顶也有大公告，提醒民众唔通违法，爱好好爱护寿山的自然生态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朝阳高雄报道。